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5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立法院会昨是三读通过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是增加4+1天的固定假日。这4天就是教师节、10月25的光复节，也有12月25行宪纪念日。另外，也有几年前的28暝，也那这5月7日劳动节是改做是全国放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制定通过。立法院韩国如一个公路去，确定全国同胞放假日期增加。立法院会初九经过表决，三读通过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将5月劳动节改做全国放假，固定假日新增加28暝、9月28教师节、10月25台湾光复节、金门古宁头大节纪念日、12月25行宪纪念日等4天。伫轨路上访问民众，有人是真欢喜，也有人烦恼，但是做袂完，严格嘛是得处理。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对，从天而降5天假期，很棒。这是两面啦，就是一面会觉得好像假变多了，但是你事情做不完，还是自己要找时间处理这样。因为高中生有人感觉讲应该放更加侪假，也有人认为讲加放假并无解决这劳工时上长的问题。放假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深究的是更深的劳权问题，而不是只有放假而已。我觉得放5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每个月都要放5天才对。表决决定，在野党立委也严格和民众固执废官伤过操劳，民进党是靠西国民党乱定假日救罢免。因为10年来一直要求政府行7天固定假日的劳工团体，是对投下赞成票立委表达感谢。不过也指出，新增加4+1固定假日，比红减掉的7天，敢若讨回一半加1天。台湾劳工工时太长的问题，我们政府始终没有来做解决，就应该透过法案的方式来让劳工真的可以增加休息。现行纪念日甲节日实施办法经由修法提升法律位阶变做条例，民众多数是感觉欢喜。工商协进会讲理解社会期待，不过会对产业带来挑战，呼吁政府建议配套做法。另外，工总是讲会加强产业自动化升级，增加更加侪这个 AI 智慧化系统。大家要多休假就多休假嘛，产业自己要去想办法生存下去嘛。三读条文也明定，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实施日期对总统公布日实行，全国民众尽可能下半年会使加放3天的假，包含9月28教师节、10月25光复节，也有12月25的行宪纪念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黄酸雨方面呢，是豆豆挖进咱台湾的北部，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天气呢会开始变较无稳定，尤其是拜6礼拜开始，因为这锋面入来，所以全台湾拢会落雨，嘛有可能会单雷公，也是上大雨，所以请民众都要加注意啊。另外，这拜6开始呢是来吹东北季风，所以气温会比这几日啦要搁减10度，这后礼拜2天气才会加较稳定。5月第2个礼拜日，5月11就是母亲节，可能侪侪民众有打算要出门行踏。不过气象署提醒讲，因为受到黄酸雨方面的影响，各地对拜5暗开始翻天，方面接近台湾北边的海面。到拜6礼拜方面入来，全台湾的雨水增高，嘛就要注意地延时的大水雨。在明天锋面影响，全台湾各地都会是降雨比较显著的状态，尤其是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那各地也都会是容易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并且在对流旺盛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会伴随雷击以及强阵风，尤其到了11号，锋面还是在持续影响台湾。气象署表示，水气要到后礼拜2才会减少，主要是山区过道开落雨。另外，在气温的部分，拜6方面通过，台湾受到北边高压的影响，会吹东北风，所以各地嘛会翻冷。若是以拜5各地高温30几度来讲，到拜6拍算会降10度。锋面移动到南边之后，台湾附近是转成偏东北风为主，因此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都会是有明显在转凉的天气形态。到了11号。高温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可能是只有22到24度，南部地区可能到26度左右而已。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礼拜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冷，亲像北部和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19至20度，也那中部是21度，所以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来踏衫。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可能大代志呢？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
卫福部5月7日开始，加补助2届妇女生囝了后的健康照护的服务，或者的产妇呢，伫咧月内的时阵，会当有更较周期的关怀甲支持。国健署是建议讲，这2摆的产后健康检查是会当伫咧囝生了1-2礼拜以内，也是讲6至8礼拜以内来进行。中国时报。苗栗万里5月7日的时阵，有一台罢免团体的宣传车，互人甲牵。这38岁社区的男性呢，起步是真歹，所以甲车窗讲话就走去啊。警方是照违反选罢法甲移送法办，地检署提起公诉。若是经法院甲伊重判，佮甲褫夺公权，这是引起地方政团的关注。联合报。一个姓吴的越南查甫移工呢，进前坐台铁的时阵，碰见一个底400万现金的袋仔。伊头先讲是台湾女上要来分薪水，也毋过后来呢煞解喙讲迄笔钱是甲人借的，要去越南来买不动产。前后的讲法是讲无对同，所以警方认为真有问题，所以无互伊甲钱领。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高雄呢，真侪所在伫昨中昼12点半的时阵来跳电，有民众呢是掉伫咧电梯内底。台电表示讲，这是变电所的这个系统作业，因为线路各样毋才会跳电，详细的原因是要搁咧调查。这也造成前镇、南科、高雄园区、高铁也有高捷等单位拢有跳电情形。中昼时阵，高雄捷运凤山国中站出入闸门无都敢用，连接电动的楼梯也停起来，民众只好用行落去，一寡设备暂时停机。车站设有备用电力，不影响列车行驶，但跳电的状况造成部分捷运车站设备短暂停机。高雄火车站也有相关情况，站内电动楼梯拢停起来，维修厂商来检查，研判是台电电压向降落，电动楼梯启动安全的机制暂时停起来。手扶梯是坏掉吗？还是怎样？就是都坏掉，只是知道它电梯都不会走了。三明区杨某一个大楼有3位民众掉伫电梯内底20分钟才有法度出来。第一站跳电状况出现伫初九中昼12点半左右。台电调查时，电线故障造成的，包含前镇、南仔溪科技产业园区，也有南科高雄园区也受到影响。初步统计，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有17间厂商受影响，南仔溪是22间，甲财务重大财务损失。新设16万1000伏10号的汇流排联络电缆要加入系统作业。那在加的过程中，因联络电缆故障，场内设备受影响跳脱。高铁高捷自来水甲其他大用户相关受害，台电系系嘛要调查原因。只是西南风降沉影响南部真侪所在，天气真烧热。屏东山地门一度出现37.6度的悬温，这年来天气强劲后，用电量的欠悬，是毋是稳定供电也真最重要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校订呢是咱台湾伫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即马新任教宗利用14世当选了后，咱的总统赖清德就随指示驻校订的大使馆来表达咱的恭喜。另外呢，嘛伫咧社群平台用英文来答问，期待台湾甲校订这83党的邦期会当进一步来促进和平。另外呢，咱的赖总统到底敢会亲身去到梵蒂冈来出席新教宗的就职典礼呢？外交部是强调讲，这人选是由总统府来决定，即马等咧甲校订来指接。美国籍初级主教普瑞福斯特当选新任教宗，以量14世做名号。校订是咱国伫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驻校订大使馆转贺电，嘛伫社群平台用英文发文，代表咱国政府人民表达诚恳的祝福，并强调期待台湾甲校订83年的邦谊进一步促进和平、正义甲团结。各界伫关心赖总统敢会亲身去梵蒂冈出席教宗的就职典礼呢？自由总统的这个决定了，那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因素要考量。外交部的立场就是全力的这个配合，能够跟他们保持良好的这个互动。外交部讲，人选由总统府决定，当密切甲校订的接洽，进前才以特使身份出席已故教宗方济各丧礼的前副总统陈建仁是讲，希望校订一旦邀请赖总统、小副总统，也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去管理。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呢，目前。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公开言论，马上教宗就要正式就职了。赖总统能不能去，这是个指标了。再说这个跟大陆改善关系，也不是有那么
高的优先次序。当要下前回台退休的驻高雄大使李世民讲，捌伫普瑞福斯特2023年进行初期主教的时阵，向伊致函互动，对方当时马上讲知影台湾，也真清楚民主台湾甲共产中国的分别，互李世民印象真深，相信未来台湾关系会有真好的发展。As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Pope, Pope Leo XIV's leadership comes at an important time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for the world. Celebramos un momento histórico para el Perú y el mundo. 各国领袖拢加祝福，而且因为梁14世教宗当年拢伫秘鲁服务，有美国秘鲁双重国籍，即马接任南美洲内的方济各将为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新领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印度甲巴基斯坦即马冲突是愈来愈严重啊！印度的军方呢表示讲，最近这2天巴基斯坦是有出动超过300架的无人机来反应的领空，就是为着要来攻击军事设施，甚至呢，佮利用民航的飞行机来做盾牌。也毋过巴基斯坦是否认这个讲法，伊指控印度射77架攻击无人机，而且全部拢互巴基斯坦甲弹落来。夜空当中传出炮声，各出现爆炸火光。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初到半暝各遭到攻击。印度军方表示，最近2日巴基斯坦出动超过300台无人机，真侪摆侵犯印度领空，是要攻击军事设施，为民众厝爆炸弹砸出几个大坑。印度军方阁指控巴基斯坦测试甚至无关领空，说在当日暗时发动一波攻击，根本是无负责任的行为。Pakistan is using civil airliners as a shield, knowing fully well that its attack on India would elicit a swift air defense response. This is not safe for the unsuspecting civil airliner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flights which were flying near IB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学者分析，引发冲突进入新的局面，相反无人机精准度会决定掌控战场的能力。巴基斯坦军方出面反驳发射300-400架无人机的讲法，佮反抗印度发射77台以色列制造的无人机，而且全部拢被拍落来。Anything, it will leave a electronic signature. One, we have all the records of the airspace. That what goes there and what goes from here to there and what comes from there to here, and it's all time stamped. So we are pretty confident once we say that nothing went from here. 印度甲即马无因证实巴基斯坦讲拍来5架印度战机的讲法，暗过路透社报道指出，一美国官员透露，巴基斯坦向中国籍侦察战机拍入至少2架印度的战机，其中1架是法国籍平风战斗机。公司新闻陈伟报道。国内消息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立委鲍昆萁竞选物品的案件。这被告鲍昆萁的管家呢是李庆良，昨下晡在律师的陪伴之下，已经去投案，暗时是移送地检署。获审了后，这李庆良呢是以100万来交保，限制自己也来接受科技的监控。为什么要躲藏？是心虚吗？还是傅昆萁指使你这么做的？法检表示，讲这李庆良的涉犯刑法伪造文书，也个违反商业规格法等罪，认定伊可能会走去。也毋过呢，因为李庆良已经家己回来啊，而且呢，这涉案的部分证据已经收甲差不多，相关的被告甲证人嘛拢已经问过，所以是以100万来交保，限制自己，也甲伊绑电子卡款来监控。另外来关心的是，针对行政院提出4101特别条例，这南北党团呢是拢有提出因家己的版本，按算要甲行政院的版本呢，伫个经济委员会做伙来审查。这其中上大的差别就是讲，这南北营呢支持普发现金，国民党是1万块，民众党是6000块。另外呢，这南北两党呢，伊嘛甲国土安全论成1500亿的预算，也佮有拨予台电的1000亿预算，拢甲抬掉。立法院准备象征国安的爱心献给在场每一位委员。行政院长施政报告总质询结束，立法院初稿开始处理法案。主战地方原地锁定国民党团提出的反戒严、反废死2项公投，甲固定休困日等等的议案。不过，民进党团透早就以大量登记发言来阻挡。昨天的朝野协商，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韩国瑜的协商就只是过水，案子都是蓝白定的，怎么可能让民进党有偷藏我们要的议案的可能呢？请各党干部到议场后面主席休息室，我们进行沟通。
经过早起朝野党团协商了后，今日表决国民党团提出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现在行政院昨日公布的4100亿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提出的版本是增加普发现金1万块，而且甲拨补台电1000亿，甲国土润成1500亿的预算抬调，总规模缩减做3900亿。现在民众党团的版本是变1416亿，要普发现金6000块，甲投入劳健保，而且甲拨补台电、修理旧厝、高教人才培育、无人机采购案等等的预算抬调。现在国民党团2个公投案，因为无达到5月24中选会公告的上尾期限，协商了后暂时无处理。民进党自从掌握政权了以后，对于过去所推动的公投民主的想法，退步了非常的多。我们秉持着人民是头家，而且要让人民当家这样子的理念，交付公民投票。现在国难当头，大家一起共赴国难，好好的照顾我们的民生，而且还有我们企业啊，现在嗷嗷待哺，尤其现在汇率突然上涨了将近10%，我们现在要赶快的来处理所有的这些因应的问题。营养关税特别条例，南北两党的版本都已经顺利复委，按算会甲行政院的版本，伫经济委员会并案审查。记者综合报道。2005年双北世宗运的5月17就要来开幕，这是伫咧上山文创园区内已经有推出相关的展览，也有体验活动。这民众唔但是会当入摆各种的运动，嘛会当欣赏到每一届这世宗运的文书资料。大声喊体育运动选手加油！愈大声，选手攻出去的球就会愈远，比赛就会愈精彩。挂手套甲 VR 目镜，亲像真正咧拍木星同款，对电脑内底对手直直出来甲争，互民众体验比赛的刺激。另外，也有体验拍篮球，看啥人会使伫上短时间内投入上侪球。这个体验活动，拢是台北市政府推出的世宗运博览会展览活动。除了会当亲身体验以外，阁有头摆对海外耍来台湾的世宗运官方文件。甲历史文物参影片，上特别的是一张2005年加拿大报纸头版的相片，有出现台湾的会旗。特别呢，跟加拿大的这个丝状运的总会有商请来把过往的这些丝状运的文物都邀请到台湾来。那这边展出呢，有包括以前的火炬，还有以前的这个奖牌。因为是世界壮年运动会，参加运动的选手年岁较大，所以展览区内底也有设置的智慧健康体验园区，结合 AI 技术甲智慧医疗设备，有电脑化的中医诊码，参看喙齿诊断健康状况。世宗运的选手会使透过智慧系统提供的数据资料，了解家己的健康。有阻塞，放支架，或是有什么那个来做推测，那也可以推测说，你的这个血管的年龄是如何。好，那我们针对这2项重点来针对，让那个选手来做一些体验。2025年双北世宗运5月17就要开幕，台北市政府伫上山文创园区举办世宗运博览会，予民众参观，内容对运动体验到医疗科技拢有，鼓励台湾民众来参观。除了参与世宗运，也希望时到会当做伙来替国内外的选手加油。记者柯永哲台北报道。全台大欠工这阵呢，这台湾的护理人才都是30冬来上届无够的时阵，唔但是工时长、工课多，而且薪水嘛真有限。另外，也有面对病人，也有家属的压力。也毋过呢，也是有真侪护理师是坚持因的信念，继续咧拍拼。后礼拜一就是国际护理师节，今仔日暗时8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就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台湾护理现场的故事。台湾健保的制度伫世界是真出名，不过医疗环境却是予医护人员真大的压力。以卫福部公布的2025年3月份护理人员的数据来看，即嘛有要31万人有护理师的牌，有咧执业的有19万3000多人，比例是62%。平均的年岁要到40岁，这嘛显示在职的护理人员年岁已经3成长前。看起来是离开一个。补一个之外，但是其实伊的能力是无啥相共的，有老减线的愈来愈少，啊，新进人员要培养甲伊会使独当一面，甚至会使共教，这个一段时间。医疗暴力、轮班、薪水低、
护理师甲病人无合理的比例。地主护理的工课场都袂输是一条平甲暗洞洞的树林，随时拢会跌断去。若阵长久以来安尼落去，病人的照护安全嘛会受到影响。像国外，大部分的照护比是1:4到6，但是在台湾可能是1:13到16。这个事实上，如果你多增加照顾一个病人，他的死亡率会再增加7%左右。根据卫福部今年3月份公布的数据，以平均的月级来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有78000，区域病院有要65000，地区病院有要57000。不过，这个数字对护理师来讲，甲实际上的情形是差真多。其实健保署在近10几年来投入在护理劳动环境的预算，其实它高达近800亿左右。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奖励以及补助的措施下，政府一直没办法回应的，就是说，到底这些费用有多少是补了医院，有没有补到护理人力？全球护理人才大欠工。台湾嘛爱以防外国一直甲咱的人才误过，即马政府都爱通盘来规划，医疗院所嘛爱提出具体措施，互护理师有合理的工作环境，安尼咱台湾的医疗才有法度行较久长。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同款是讨论医疗福利的议题，来看伫澳洲的偏乡呢，有一个小镇，最近是要对外来招专职的家庭科的医师，这一档的薪水已经超过台票1400万。这条件呢，薪水毋但是首都的2倍，而且呢，可会当另外提供大的所在，甚至甲车辆。这镇长是强调讲，虽然呢，这离市区是有较远，也毋过这的生活机能是真完备，希望会当找到来愿意来的医师。澳洲昆士兰的偏远小镇茱莉亚市总人口差不多500人，离首府布里斯班的车程是17点钟。到上近的小镇汤斯维尔，坐车也要7点钟。这个镇唯一的家庭医师合约要到期。为吸引更较侪应征者，茱莉亚市镇开出68万的澳币，超过台票1400万的年薪，佮免厝税甲提供车这的条件。这个薪水是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的2倍。We actually have a very, very good lifestyle and a very safe lifestyle. And yes, there is distance to travel at times, but how many people do you hear now wanting to escape from that? We have power, we have NBN to the house, to the premise. So we have a lot, we can offer a lot, but like I say, for every negative, there's a positive. But we don't like to hide the negatives either. You've got to be honest. It does get hot here. 特别离开的劳斯医生是回布里斯本来的，是茱莉亚市镇伫2022年请的。伫这进前，茱莉亚市镇已经15年无专职长期请医生了，互全镇居民拢真困扰，才决定尽管的薪水请什么病拢要看家庭医师。劳斯迄时阵被请年薪是澳币50万，超过台票1000万，不安尼看伫新闻盗版。We moved out here with our 4 young kids. We've loved it. It was incredible. It's a really small town feel. It feels kind of like stepping back in time about 60 odd years. You can walk down the street, and after about 6 months here, I could probably name 9 out of 10 of the people. 另外，为新南威尔斯来40多岁查甫人有严重心脏衰竭，伊主管正做全澳洲第1个、全球第6个装钛金属全人工心脏的患者，佮拍破美国用全人工心脏为宣告伊是活体心脏计上过17日的记录。这查甫人用这医师过度装置超过100日。He had the device for 104 days before his transplant, so 3.5 months, and he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long that way, and so that was, a world first for us. 钛金属人工心脏的设计理念是为需要心脏移植的患者争取更较侪时间，不过目前是人体实验阶段，无核准开放广泛使用。詹姆斯表示，伊目标是有一日用互这种人工装置，互患者使用1世人。公司新闻新闻陪朋友。那今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2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27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29度。东
部地区是23度到28度，那外岛地区21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早起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